我係鐵路站長退休下來嘅呢啲喎，喺鐵路服務39年，鐵路嘅憲法非常係有規律，同時對工作要求方面非常嘅嚴格。過去我看到青島鐵路嘅發展，到東部嘅歷史。原型。
路架本来在南挑人，能够真的是说，老板呢才改变对做农啊，一生都系为农。当时讲的天呢，全部的3天吼，到天旱的时节来冇水，之后呢，寿星啊来请五河，所以后来想讲我愿意个反境，所以让照讲呢，请过了冻过来，我请一个较好的天来讲。10岁过来的时节，人对也特别入国民学校读书，我眼内几年是上的做这个技术人员。过了出来是总系想系想啊，总系空想啊，后来后来就空想冇目的啦。好了，拜托你了。那你现在身体这样子，还有什么病痛？有哦，筋骨会酸痛，人生嘛，生老病死啊，是真有诶啊。外表看起来啊，冇乜个感觉，我全部忍耐，我有一种诶坚强诶毅力哦，做我自我诶忍耐，唔是烦恼去干个老板啦。婚姻革命我照顾人啦，家庭就冇个事情，我点点的去开始做。哎呦，气都唔是了哟。入大，对啊，这边攞新安如何？罗站庄种的菜吼，冻酱冻好，大家因冻会起来菜吼，逐摆都袂上桥吼，上尾嘛冻准死哦。你有几多40吧。 ？40吧。对呀。誰が名付けた夢を引き裂けよあなたなぜ私を捨てたみんなあげて尽くしたその果てに誰が名付けた夢を引き裂けよあなたなぜ私を捨てたみんなあげて尽くしたその果てについてこいとはいらないでの黙って後からついてきたお
내가 이래니 아무거나고 나 우가고 여기리노 성떡대라 而家本身哦，本来仲有拍theo我本去做钱啊嘛，我为了寻到信心甲信心，啊后来唔知会拍theo叫做传染冇罕啊嘛哦，当我看千年一对的，而且台中的人去办证的哦，其实特别表，反正你还是拍theo抽签嘛，冇问当哦，大家都信讲很多，拍摄啊本去研究的。 你现在当日会做的工作，就是安样。 아까리 먹으라이 나가노 머리나 어떻게 나무네요 오라무 여기리 아라이니 어쿠로我进入铁路60人啊通讯哦，咱个路态哦，继续通常进入铁路，大家要互助帮忙哦，互助相照顾，感情也真好。所以我因看到呢，真羡慕，因为安样的关系呢，我感觉真骄傲哦，我相信大家感情也真好。 那就继续联络哦。我人看起来是欣赏啊，这个铁路设计人来用。按做相片咯，你喺度唱歌夫啦？唱歌夫我靠山家蛮钱有饭咯。而家还有背个二哥係啊。 这个啊，不要你过了哈，有钱。那是种子啊，跟那个都是土水。你左边，那后来就功夫，9年的时间功夫，差不多10年退下，那就变出改善。当时34年的时间呢，这个年才动土啊，那种的推风。 300、400，你讲嘢咯，攞300、400，专门打东埔，打到那个东埔铁路通强强，连那种嘅通信啊冇通，铁路啊冇通，所有熱車嘅交通都冇通到出嚟。所以我就喺個性，我冇接到通知唔啲，因為交通冇通啊，咁全冇嚟，啊就4線交通很好，坐火車坐到4個。 結果呢，選擇開唔得，有種嘅公路嚟開唔得，結果我電腦嚟叫人開唔掂，冇一個目標嘅你數就出嚟啦。那後來對數我差唔多帶了7兩隻電那種嘅清新咯，電腦冇辦法嘅咯，就撈了對推唔嚟，變就563差不多都從那個數我。 開始夯，數我開始夯到起上來啊！差唔多肥了，嘛對中間就天天拖拖啦，按照轉到起上差唔多10年，所以你可見那啲人啊，思故鄉的那種心切很有關，可以得見。 而家裝住應該結婚嘅條件啦，當後生哦，東山刀哦，你看到是大概39年，正月12年結婚，很容易。結婚嘅時節當時都功夫嘛，功夫後呢，乜嘢都冇啊，所以真簡單。我前年他們像這個人工用裝作。 按個親戚吼，即個對頭親戚有裝作，就上裝作啊。
咱讲起来呢，像建设的事情啦，东西嫁进就挺穷啦。啊，结婚的时间有问嘛？我去高天啊，我死咯，老人家啊在高天，啊才结婚的时间呢，勉强啊，就先死咯。又死咯，就冇屁，屁就老人家，你看就比惨啊嘛。结婚后哦，人家养啥出去嫁有行啊？一行一片啊，行一片，唔敢讲就行空对，你看就见忙啊。那个出去行那么情感很小哟，啊，那是呢。其实你讲嫁不那个铁路，怎讲哦？嫁了后你都地悲哀，用般讲呢，一年是要是当办，一年当办半年，半年对差掉，半年对不好。也冇是听讲半年都可以了，转得不好，有上去差掉了人数了，欠单的时间，继续做做下，做你是不是要48小时？你要插摸嘞。好，谢谢了，好嘞。哦，我讲啊，大铁路啊，好诶，好看了哦，大家看到真欣赏啊，昨日散步来半夜冇空了。实在加本铁路讲啊，一年水冇板动啊。还有嘛，上班？两个月开了，两个美女。呀，差掉了，四只啦，去了4你去了个蹲的孙老蹲的穷下，那比看半年好过。当初你也市场就买环保嘛，哈。有啊。系啊，买环保时间我看了，家下差好慢啊，速度好慢啊。火车一下来吼，你买环保的哦，你排队人出来用我乒乒乓乓啊，走来走去哦，我感觉真是真紧张咧。你下人就安样啊，火车摸开佢就摸上来是环保啦。啊，你走来走去，一家就跟天差走，因为早先。看见安走，我哋咪请动危险啊！刚刚发生事情啊，了对。而家对个市场睇嗰個球場，嗰個球叉，睇嗰咁地下嘅叉都移了可能好看。好看。我講日本人呢，先儲存了種係體力反應了。每趕落去要真重視啦，因為我啲叉條嗬，每一站就係各站嘅一個面目嘛。以前個鬼啊叉條嗬。會思考兩個外觀方式會好看，尤其是你一下全部會到一個觀光吼，為目標。你要觀光為目標，你企業有種係所有嘅建築呢，一定要配合呀。哦，大家看到心裡會感覺真舒服，哦，真雅實啊樣，兩者幾得啊。現在也實在差，啊，看起來實在是冇真雅觀啊，真冇乜係好看。那大铁路哦，那就加钱嘞。那种一种那种容易乘车证啊。我还冇两个不给几台过一次，冇两个坐铁路的差哦，50钱。你也准时啦，好不？我还冇那东西。顺系啦，我的准时好，我好顺。你那铁路的支付还有留人吗？有啊。哦。哎，我还加信哦。你加信。哎，你还留人做纪念。做这个纪念嘛，值得啦，值得啦。如果本后台子孙冇可以做个纪念嘿，做个纪念。你唔来这种时，还有个机会好好做啊。千个风景，编织着声音，不是。
因掠下是甲掠熟的菜吼，再咸。就掠下是较准的啦，吼。其实呢，温泉朦胧胧的，是个温泉，吼。以前呢，在反对插站东办的时阵，做三种倒卖的时阵，就利用了红布条，那个拉行插3点人的拉行插固体啊，到了个5点的中间，有一个空间的系统我就利用那个时间做条好的，是那个台币吃啊，我基本是种海的，种黄的，种咗的时间呢，不该造新，动了造新这块菜，就当然就新鲜无序。个海啊，热浪咱袂倒，咱袂出来，咱个摸煮海啊，过不哩种。就撩水、夯水、撩水入去，夯到来上铺了，冷天风就台就冷。当时有嗰种嘅兴致就冇感觉讲艰苦来强的。有当时好一啲无，拿起来就这个水沙炸的只好的地方拿起来清楚，我就讲出动漫咧，动看去，天火一下就发啦爆。看到那种炸只夹拿fit起来，你安样系新鲜啦。你过嚟大做干那太咸啦。当时的昆布呢，4不上半组，冻铺2点的冻好那种，就是24小时。摸稳办的24小时，早晨到7点上班，到电到天公早晨7点就下班，日日上机，摸下工作出来。因为发动公路还蛮有通畅，所以所有的一切货物，旅客全部可动上，就火车的运输，在那个甘蔗，安尼种个谷啦、米啦。石头啦，那个水配料，豆塔用出来青豆在市场里讲啊，你讲包不了差人一多啊，都往不听了。工作上来讲，精神上很紧张，就总得放松的时候。但是半年看到讲爱做厂长呢，挺轻松。产业来收起来差不多任何事情，其实唔系，内部、外部，对人客种种种进心。尤其是你讲人客嘅东西几会讲过嘅，以前还对起看某个时阵。有人投诉啦，骂啦，或者争吵啦，所以你处处讲话啦，你系一举一动啦，要特别注意，马虎不得。所以站长呢，责任就系讲，我负责了个教内、站内外所有一切嘅那个责任都系站长自家就个人担当出来。如果管理地位入符合了的所作所为呢，全部会监督，而且站长就个责任。敬业精神清楚，切对我同马马虎虎咁样过，时时刻刻一点一处我就注意到清净落去。做咩部下人会多多怨言吗？当然会，讲到同样啦，但是。电动个退休后有啲符合就感受到嘅啦。我第一次跟范站长认识是我当站员的时候，
来这边支援，就有感觉这个主管把这个站管得很好。那我们来替班嘛，小站嘛，所以头发尤其是头发稍微长一点季欢站长后来告诉我，他是说，我们来了2班嘛，第一班他还忍下来，到第2班呢，他说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就给我念了一下头发。他这个一念到现在要看到我长头发可能也看不到这边可以看到我后来的头发大概都是这样这一方面潘站长给我的一个启示，实在讲应该蛮深远的啦。当时紧张，我时间会习惯，没紧退下来呢，持久持台，那种慢慢的真正的是真正的感受感到是亲享受、亲幸福啊！了就很人生，日死的啊！17岁进入铁路，年轻的当时都第一次是个台站。你没有消息是讲，进入铁路呢，就不是不去调路病，安样很严峻所以要多就铁路就照考。当时入铁路的时候是会做那个水女产妇，就该做差不多2年啦。家下是参管替代基本参管，参管的工作是日切打扫啦、清洁啦，最下面的动作全部都要做得出来啦。
不管用班的，人含到乜嘅，你都会送，我做就做，都唔收嘅啊。还有咧，就到了个34年嚟9年降风嘛，负责对部门对修理厂工作咱希望调到了个用理厂来就个办理服务啦、行李啦，就个买单。材料中间呢，继续举办了种嘅差种考试，我要参加。结果之后呢，我叫做调薪差种。材料个做差种嘅中间呢，又要举办了个副厂长嘅考试，我咪要参加。参加结果考试要结果后不到2张年呢，就调薪了个副厂长嗰种。副厂长嗰当时会调为了个台语站，玉里上嘅台语站兼个3名副厂长。就个大家副厂长2年lang，就调成了玉里站当副厂长。一直等到那种个49年，调了去上沙场做厂长。而且特别有嗰种嘅差事情多，因为有伊咧种嘅台东农场退役9年多嘅关系咯，当时材料嘅市场就有13家咧种嘅差事，真乱。因为差事嘅东西基本上嗰种係乱糟糟嘅嘛，就真多咧种嘅小流氓。收贵机也去卖卖，那唔收贵机也去做霸王茶，所以因此呢，对咱上下的时间啦，摸票俺就要先去补票，然后去拿单，拿唔出来就恶样，问题就发生，求国了就来，甚至就严重嘅咧，会上大。咁上嘅银行钱多呢，咩讲上咧冇银行呢？尤其是一个年节嘅时间一火车银行赶唔上。调个差满我调到几趴，新厂个人土嘅火车穷拢啦，大概上去都调得上嘅啦，真复杂。你咪提醒调查，这样叫我调下来，讲也讲唔通啊，讲到市场上大家都惊啊。当时嘅火车就係一種混合列車，混合列車呢就係一個貨運列車大把一個車，銀行車廂不能坐嘅，還有普通車，普通車就是全部一種銀行坐嘅普通嘅，還有急行車，急行車是從一係拍隻皮叉用他講日本時代阿美種人坐火車唔是錢。係個東西坐火車唔是錢嘅，年人嚟來呢。畢竟我加上我鐵路網有傳統啊，所以你坐鐵路嘅係咪都年出民來，年出人嚟做，但是冇錢冇幾款所以搭進去講航班坐車唔是錢嘅。俺用个条件不低啦，伊迄条错啊车厢，个车厢用上天叉冇木档啊，载货嗰種係昂天叉。咱只個自強號，喺旁邊啊叉咗慢咗社會喺度。今天就俺上上面人看到報紙嘅叉咗，而家就睇到嗰種係社會人都喺度咯。
冇強浪，無位冇強浪，三浦強浪啊，無位冇強浪，伊無位就到石門一帶嘅，富國小姐強浪嘅就無位嘅。差別多多吼，啊，差別多多吼。反正你是看同嘅，你講嘅看同，差別多哦，車長啊，車長。那再见啦。係啊，真係。在哪里？後面啊，沒有看。少嘢啲噃嘢，摸過一款。誒，什麼一個差咗？當然啦，就什麼因為復活球的嘛。不可能啊！嗰度你復活都唔係邊度？什麼那麼遠的？在咧56年的時間咧，要富參中上午來啊，佢發生一種嘅悲劇啦。這個東西我本火車搞死，一踩鐵路咧講是真悲慘哦，真，咁講係真心痛嘅事情啦。有乜會發生那樣事情呢？既然發生咗事情嘅問題，你古代人語就喺講啊。魔鬼唔會是人有了技法啦，這個本安社群啲當辦，起主是聽人之人，本來就俾他去年接到做得嚟，差唔多呢，金塌落去，我想我過去俾人接，差唔多3公尺下去，差到到你當唔起啦，就會搞喎，個兩結腳搞斷，結果呢傷勢重重吼。冇辦法解決嘅，制度嗰種係掹到動力，就冇後底嚟就作孽啦。有一種嘅悲劇發生，所以講呢，該上嘅他們雪場嗰度心情痛，自己當做一種職務嘅人，自己為本火車來搞事，也可講是清寒嘅事情。咁樣按做咗退休哦，負擔中嘅時間就換。冇，跟冇完全冇關係，很動彈孫都是一個心理。這個係心理嘅問題。66年嘛，不跳車入來，對了就會跳車。會跳車時間呢，你必須為了個火車跳駁鐵，或是跳前跳車。啲後邊嘅車輛因為依個當嘅失靈啦，可能有時候可以衝到外面來啦。慢慢時間就溜走去。溜走嘅時間就喊唔知啊，喊對跳先，喊對個跳車啊，推動開始推呢個客車，到牛力些嘅客車我已經開出去了呢，就打電話俾個副理長、個副站長、李副站長當班幹部。天花打喊猛飆下去該兩推車輛經過福利廠的，你看佢就結結，該有個螺絲還有一種民風錘進去就收啦，對個喺骨頭看佢頭會咁很去注意，佢個時候都動下來，見過冇錯，對個頭會上架好慢，本個民風錘下邊個動下來，見講萬一。你個車走去上架為所呢，上唔去，推到下來，這片火客車就開去。相碰的話，
难免会发生人命问题啊。所以那时候，在那刹那真的是精神崩溃。我在铁路一线复古当中哦，就了一件真不幸的事情发生，受到路口记过处分。爸，不用了，你出去，我自己来弄就好了。你自己外面休息啦，我自己来就好了，不是让我分到你哦。爸，你不用这样一直坐着啦，看我煮菜，你可以去外面休息啦，我会啦，你放心啦。好了好了，啊，放心啦，我会煮啦。你妈妈也煮了。好了。我就一摆左边街下，一摆转来看野外，去回应街下咧去插头电插，去拄好这个一班，伊就问我一句话讲：罕有千亩，吴信宏罕有千亩，我头去讲罕有，后面咧去顺手下来拿着300个样，并爱扶台，我街下看到那个动作我无做我就得咧，也是我一生人最无法度唔记得来事情，去当开面，叫思想当开面，嘛该事情叫做实上的老安尼参详。你认为样的学好，你看样的学好，我定感觉到当安慰都係講，我多上今年82歲咧，身體還個安雜。最主要嘅就係講，佢退休之後呢，還就該種出來，還就該認同。保持到佢安雜嘅身體82歲看起來呢差唔多70歲左右所以講也感覺到當安慰啊爸，吃飯了。來動。安尼，安尼丟家，爸吃飯。你要啉一勺湯無？嘿，先啉者，較細水媽你卡大入嘅。收來。哎呀，一里面啊，6人嗎？6人不喜歡，請全摸炒嘞。爸，我們回來你吃的比較好很可憐我們久久回來一次啊，對不起啦。對不起啦，這陣子真的是很忙啊，真的不是這部分。我煮的很好吃。是吧？我媽媽會跟你講嗎？三舅媽明天不一起過來就對了。
他坐车吧？不是，他也是坐到车子，那怎么先下车？我看今天食量很大我最后你是镜头呢？你一直到 NG， 又再来一次，又再见一碗。俺每日工作是做时间了，休息的时间呢，真规定。咱因为目都大家那个查头顺上下那种列车的时间呢，全部记在对脑海里哦。那个某个时间列车来，应该。我去找咱某个时间到了，我将要习惯，也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就规律的做。我对了做站长很多年了。来来往往的人客的程度，我在其中呢，认为在那个中途有上年的摩托路，必须要离开分享，到西部来都是工作。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呢，很多热爱啦、自恩啊，不出来送这个重复或者这个兄弟姊妹那样，俺就到。上车是讲叫为火车开行的时候，看到真日日不暇。我看那种的情形，自然我咪会感觉到讲，这架复活在了天时间啊，本去读书是做唔得。有时啊，加速需要我会配给的时间，拨唔出时间来，所以对一点呢，我讲。真过于唔是也真遗憾的一个事情了，真舍不得了。